跳舞啊，老厝。头摆有一个人按到金灯宝，讲金灯宝也只名诶，超无人知。不过迄个无铁阿宝，大家都当婀娜。唔通一个片名，就伫其他个盘都当好。阿宝搭摆演奏，观众总是神盲达数，就像全世界嘅天赋都走到其一生人嘅身上。不过表演成功，阿宝就当傻批，因为傻批，阿宝就紧来紧手练习。其他嘅生意经日嘅紧盘紧揽，观众慢慢嘅感受咧，就变做佢唯一嘅朋友。阿宝当日识到最名名嘅，片名改做蘑菇嘅自抛诶。过无几久，阿宝嘅头路做下出模特咧，结果不将加强名，靠投资公益咧。虽然家样嘅当采购，杀讨唔到几多钱，从头2-3日咧，才识得到一餐饭。有一日，阿宝行入行嘅度，变呀变嘅，看起没到东西什么。有几个生意呢看到诶，太伤心。哈！唔要抢名嘅还看哦，比冇抢名嘅人看嘅还较清楚。佢哋小奶阿寶，還同阿寶嘅木匠翹下來，得到天內下。順後有幾隻細路出誒，看到阿寶本人欺負，佢用手電筒做出頂人樣嘅鬼樣，嚇到佢哋睡不着誒，被嚇。就按呢，阿寶同老厝誒作為好朋友，老厝誒比阿寶偷東西食。阿寶係食飽，就會盤他嘅伴老厝誒跳舞。跳舞啊，老厝誒！跳舞啊，老厝誒！發派強壯嘅音譜，跳入老厝誒心肝度。有一日，一間酒店嘅大頭家經過，看到老厝誒聽到阿寶嘅他嘅聲跳舞，吃到當神氣。田定請阿寶同老厝誒上台表演。跳舞啊，老厝誒！做好正嘅戲服，然後表演特別嘅節目。芭蕾舞、踢踏舞、慢嘅、夾嘅，老厝誒行行都跳到當好。表演當受歡迎，阿寶又變做太明星咧。老朋友一向從來唔識同佢搏踢。新朋友啥都當秘技，就又變做佢親好嘅朋友。阿寶同老厝誒準做賺錢嘅機器，咁佢哋經常新把戲，唔本佢哋好好嘅歇困。老厝誒食唔好，睡唔好，隻隻都像釋放嘅皮球。老厝誒對阿寶講：我就好跳舞。唔過唔想同跳舞做細做。阿寶躺喺當天，佢講：唔對，前後是好好嘅表演，希望不准食飯同歇困。跳舞啊，老厝誒，也到老厝誒又妒忌又開，批到人合作當傳來食物嘅美事，後冷水嗒嗒跌。我都是變白狼嘅老厝誒，結構遠唔係，兩到舞台下，唱雞卵糕、壓牛排，也是快台咧。生意嘅娃娃滾，逢人家嫌到太麻煩，咪到濃搞搞誒。人客做下走槍槍，老厝誒咪唔見踢咧。頭家見自己嘅個，行家姐。上次嗌喊我送去草狼嘅，阿寶本頭家腳出來，天街巷行路嘅時節，好點點嘅聽到咩話叫。阿寶想，哎呦，慘呢！夾夾走過去看，
就看到老厝诶，搬一条太妙的蓝灯，吓到叽叽准。阿婆对骨头撞过去，竟压他诶，同妙的脚走咧。爱啲呀样时，张点乜嘅按到朋友。对呀过後，阿婆同老厝诶帶啲撞下，去談到快樂嘅他嘅上，秋地。幾隻快樂嘅人帶定快樂嘅老厝誒，來為大家跳舞咧。